娘子，你没回来，对吗？一会儿对俺妈，我也只想我家为那些品质没得人采访，没得谈到头来，要得单独只能办完的话，还有我很多的人采访少样。小品节目部门广东已经都搞笑了。曾经我想过很多种方法和报复，但是娘子，一会儿对人采访，我想还在算了。既然你不能拿好多人采访，我的娘子，会跟我这是办法。但是我有办法，但是呢，生产娘子，阿北想来姑娘广东，我自己舌头还是弄着继续。我全部都看到人了。啊，你退咋子？你什么不是忙？这有毛子啊？就这么个走，有毛的我都看了。这拼个真自身，我很多在乎的事情。呸！这到底什么了子？哟，萍姐，好得子补啦！箱子做搞得我弄难啊！都那只呀，最末仔，你蒙子得求你萍姐吗？你蒙子得求那么的么子，箱子做我熬菜来子，莫多内事，哼！我嘞，老婆，这样做都最么子来品质么？是这样做，哎啊！其实嘛，是一条这类本体，不至于还是啥子地雷，要是切不就好了。哟，还浪费了嘛！我到人家蒙子 KTV 里种旗子个得多嘛啊！做不关来，这个不关来要反话了啊！我弄那么个听的那已经得个很生气了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